Hello，大家好，我阿貴。咁20系嘅車型咧，安裝升級我哋 L 派嘅13寸嘅車機咧。咁呢一台咧係原車咧帶360十幾個喇叭單元嘅車型。咁我哋首先咧要加一個光纖嘅解碼，俾翻原廠嘅功放去解質原嚟十幾個喇叭嘅聲音。咁仲有呢台 L 派嘅13寸咧港澳版嘅車機咧，作為一個音源嘅輸出，配埋全景720度嘅前後6支鏡頭嘅鏡頭。咁全台車咧，我哋依家正在去安裝，俾大家睇下呢個效果。依家打轉向燈，大家睇到呢個畫面咧，呢邊咧係全景，呢一個咧就係呢個後盲區嘅鏡頭啊，大家睇到非常清楚。有呢個畫面咧，我哋係用咗4張布去調試出嚟呢個數據咧都非常完美，非常精準，同埋支援原廠嘅軌跡。如果你都係一台20系嘅車型需要升級我哋嘅車機評論區留低你嘅車型私信我。